看新北市三重埔的这笔街一栋大楼的顶仔卡，昨下晡5:00点的时候，泰鲁放落来，加在迄当时无人经过，无人着伤哦。这栋大楼的管委会表示讲，可能是因为最近一直发生地震，所以造成这款现象。新北市的工务局嘛表示讲，已经有要求按限期改善，无会发管委会。 区公所人员由封锁线扛警示牌，围起禁行范围，带动做解户原来接到通报，电话卡的天棚大面积放落来。这个地方没有，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盖的时候到现在，不晓得是不是之前地震很多天，然后它有松动了，久了，然后它就直接整排这样，就是刚刚那前面那个没有，就整排掉下来。涂骹全拢是脆的泰路，堆成一座小山，镜头往顶面看，欠一大地。案发是伫新北市三重埔一米街一栋大楼，建造超过20年。昨夜1:56点，顶仔卡的泰路无有警落落来。好佳在代志发生迄当时无民众经过，警消还未接到相关受伤报案。我不知道他就从上面经过啊，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个石头掉下来，然后就砸到，就是小朋友都是人来人往，然后人。 一直进进出出，这样子一定会。其实，这栋大楼去年都捌发生外壁的泰路落落，讲到过路的人的事故。虽然已经加强防护，设置相关防对网，也不过这一摆是电话卡出状况，新北工务局回应，会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。这一侧部分因为它是第一次，而且它没有砸伤路人的话，我们会先做限期改善的部分。如果没有改善的话，会依建筑法规定来做裁罚。虽然过去发生过外壁泰路落去，也不过。 当地的工务局认定，顶仔卡出现事故是属于头一摆发生，也无人受伤，除非是无限期改善，才会以建筑法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